Hello，你好嘛？我係 Athena，你嘅正念冥想老師。每一個節氣其實都係能量轉換嘅時間，所以咧喺今日我哋正式進入去夏至嘅時候咧，我想邀請你同我一齊經歷呢一個冥想練習。呢個冥想練習咧係支援大家瞓覺，俾自己休息嘅。因為畢竟咧夏至嘅能量都需要我哋俾自己好好休息，然後讓我哋身體有一個充電同埋復修嘅機會。呢個冥想呢，我建議大家睡前進行嘅，甚至可以透過呢個冥想呢陪伴住你瞓覺。當你準備好嘅時候，我想邀請你俾自己慢慢舒服咁樣瞓喺床上邊，調整你身體嘅姿勢，下巴可以收多少少去心口，頸側膊頭有空間沉低再容低多一啲。感受你嘅深呼吸，甚至你可以將雙手放喺肚皮上邊，嘗試用力呼氣，將個肚臍撳到最低，然後吸氣嘅時候，感受肚皮微微脹開，溫柔地嘅；呼氣嘅時候，肚皮慢慢沉低，溫柔地嘅。吸氣，肚皮脹開；呼氣，肚皮沉低。然後邀請你慢慢俾自己合埋眼睛，容許呼吸嘅過程裏邊係自然嘅，唔需要太用力嘅，自然咁吸氣，你會察覺到肚皮脹開；自然呼氣，你會察覺到肚皮沉低。喺一個吸氣，我哋邀請身體慢慢放鬆落嚟。經歷咗一日嘅運作，我哋容許身體慢慢放鬆，就好似我哋開咗全日燈咁樣，將我哋身體每一個部分嘅燈掣慢慢關掉啊。由我哋嘅腦袋開始，慢慢將我哋嘅腦袋熄燈，然後邀請我哋嘅眼珠熄燈，去到我哋全塊面慢慢熄燈，感受一下熄燈嘅能量係讓呢一啲部分減低佢嘅活躍程度，甚至邀請佢進入一個休息嘅狀態。慢慢將我哋嘅耳朵、鼻哥、嘴巴完全熄燈，邀請我哋嘅頸側、膊頭都熄燈啊，讓佢再放鬆，再沉低多一啲。邀請我哋兩條手臂、手掌同埋10隻手指慢慢熄燈。我哋嘅心口、肚皮慢慢熄燈。我哋成個背脊都慢慢熄燈。將熄燈嘅能量帶到去骨盤，然後將雙腳慢慢都熄燈啦。最後去到腳掌同埋10隻腳趾慢慢熄燈。邀請我哋嘅身體慢慢關機，
同時亦都邀請我哋個心慢慢關機，容讓我哋進入去深度休息嘅狀態。下一個吸氣嘅時候，我想邀請你將右手嘅手掌攝響你個後尾枕，手掌心掂住你個後尾枕，手背呢應該係有你嘅枕頭承托住嘅。我哋將膊頭完全放鬆，感受一下你手掌同你後尾枕接觸嘅感覺，就係一份溫柔嘅感覺，一份承托支持住你嘅感覺，讓你知道無論發生咩事都好，其實你有能力去支持住你自己，去照顧好你自己。慢慢吸氣，感受空氣進入你鼻哥，同時亦都感受你嘅眼珠向下沉低，好似好想掂到你個手掌心咁樣。然後慢慢呼氣，再嚟吸氣，眼珠沉低掂你個手掌心，唔需要好用力嘅，溫柔地就可以啦。慢慢呼氣。吸氣，眼珠掂手掌心，呼氣，完全放鬆。吸氣，眼珠揾手掌心，呼氣，慢慢放鬆。我哋俾自己留喺度一陣間。每一個吸氣嘅時候，眼珠好想掂到你個手掌心；每一個呼氣嘅時候，完全讓自己放鬆，容讓自己留喺呢個呼吸嘅狀態裏邊，唔需要用力。好溫柔嘅，好純粹嘅。你可以繼續留喺呢一度，或者俾自己放鬆雙手。容讓眉心再放鬆一啲，頸側膊頭再沉低一啲。每一個吸氣，感受眼珠好想壓低落去枕頭。呼氣，慢慢放鬆。呼埋當下呢啖氣，下一個吸氣嘅時候，我哋將一道金色嘅光帶入去身體，
滋養你身體每一個器官、每一個細胞。然後將呢道金色嘅光包圍住你全個身體，包圍住你成個房間，容讓呢一道金色嘅光伴隨住你瞓覺，為你身體叉電，為你嘅細胞修復。願你喺今晚可以喺呢份滋養底下一夜好眠。